所以其实你上节目是喜欢穿这种类型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比较轻松的少女感的服饰。哦，对，因为现在毕竟28了。毕竟28了。什么？你28为什么前面要加毕竟？就因为在娱乐圈28，我觉得不应该算是小年龄吧。所以你是觉得说到无意冒犯几岁的时候，应该就是要自动消失在演艺圈？你不要打扰我，这题真的很想问。没有，演员和主持人不一样。可是刚好我也想，我懂，这演员要年轻，可主持人可以非常老。所以现在被人家黑，你会看淡这一切？我不会看淡一切，我会用选择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。所以你会告那些人吗？因为我挺记仇的，会告。你男友喜欢你擦什么颜色的口红啊？其实你智商是不高啊，现任男友品味是不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会收到什么存证信函吧？不知道。主持到收到来宾存证信函吗？月薪1万，负债2000，不停买的年轻人，硬是把出厨房卖成储藏室，把生活过成了收破烂。所以家里这么多的东西该怎么办？全新的花花万物告诉你，其实只要3个步骤就可以。步骤1：打开你的家门。每一次开门都是一次密室逃脱，你永远不知道会找到什么物品线索，可能是发臭的冰箱，又或者是断掉的门把手。步骤2：和物品来一场谈话，每一件物品都有机会被扒光身世。好像这衣服来自于不可抗拒的对象。男友哦，有的价值连城。包包很过分吗？以女明星来说还好，它上面还有一层高级货，我就没敢碰。有的藏着秘密。这个是用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吗？有的则被嫌弃。你才23岁，你一天要吃多少颗药？你身体是不是比你爸还差？步骤3：是时候来场真正的抉择啦！坦诚面对你的内心，做出内心最渴望的选择。不是真的要扔3个呀？最上面那个锅是我最得意的。这 totally 是一个废物。不要！是全部都要捐吗？不便宜哦，质感蛮差的。你以为这里就只有嫩东西的快感吗？还没完呢！最猛的爆料。关于她交什么样的男朋友，你会给她意见吗？希望她的男朋友是哪一类？所以她现在的男友，你看得顺眼吗？你会结束一段感情的原因是什么？就被人。你女朋友愿意等你等了12年，只是因为看中你的钱，是不是？最原汁原味的访谈。明明我们共同讨厌，被迫有的时候要跟他一起工作。你们2个共同讨厌演艺圈的前辈吗？你是不是属于那种，就是明明有男朋友，然后别人问你说你是单身吗？你会说对，我是单身。对，我会说这样的善意的谎言。对，林，你现在是单身吗？全新的花花万物强烈安利给你。郭麒麟是一个省钱的人吗？我出去请别人吃饭从来不抠啊，是不是哥？你别犹豫，你男友喜欢你擦什么颜色的口红啊？上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你为了感情的事痛哭过几次啊？哎，汪董，你来看一下这个名字哦，是不是真的？那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对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好像失败了。哎，其实你智商是不高啊。就是说你住在好几亿的豪宅里，可以停直升飞机200多辆车。说你父母是有帮你安排一个未婚夫吗？所以你现在谈恋爱是以结婚为前提吗？你希望你的婚礼上出现一只独角兽？新郎同意你这个婚礼的想象吗？怎么办啊？我喜欢看康熙，我喜欢看你们搞别人的是我不喜欢。康熙合体，下饭无敌。这个夏天，花花万物给你无限乐趣。